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但阮因各用欢喜得调的心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搁一遍透过礼拜来甲你有亲密的沟通。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帮助阮备办好阮的心灵。阮用敬虔无下属的信心来得到你的欢喜。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今日阮要伫礼拜中间，甲你同坐道，共修圣餐。恳求主，你透过圣餐，搁一遍互阮明白，阮甲圣子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就是透过伊所拍破的身躯流出的宝血。愿所有软弱的罪人，真做有仰望的人，愿感谢你。阮上时啊，恳求主，你透过这个同坐道，互阮搁一遍明白，阮是属于你合一的群体。透过今日的礼拜，阮搁一遍，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阮特别将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透过阮的服侍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最近台湾的疫情有小可变化，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特别互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有智慧、有信心，甲所有的百姓合作的下面。互阮会当平安过年，恳求主，你赐福互阮，引带阮伫即个真特别的时代，会当真真正正将救人的福音遍传出去。阮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甲阮三合伫咧，互阮明白你的计划，照你的计划去行。上时也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台湾的百姓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我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台湾，互台湾会当平安顺遂。阮上时也将现主时伫真严重的疫情影响下面的世界，也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下羊。请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9首，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至高的上帝，你是独一的真神，阮的天父。对有世界以前，你就听阮，敬选阮，互阮成做你蒙福的儿女，每日享受你主内的眷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倒落做啥物，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今仔日是祝你分别做成的日子，正阮蒙福的儿女，搁一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恳求你圣神的同在，我要用诗歌甲用诚实的心灵来学了你，求你欢喜来接纳。慈悲怜悯人的上帝，阮感谢你回顾过去的两冬，全世界的百姓受武汉肺炎病毒传染的严重伤害，你有固守阮台湾国家平安，无受重大伤害，互阮感受到伫你的十个下面的温暖自在。但是慈悲听世间人的上帝，恳求你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百姓有智慧来有效隔离、阻挡病毒的传播，早日脱离苦境。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普世宣告主日，伫150几年前，你有差遣宣告书将福音传入台湾这块岛屿。我为着这个献上我的感谢。阮知，既然领受了福音，就有责任甲福音讲传。阮要徛住伫台湾看世界，互世界成做你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甲喜乐。阮愿意为着这个来度无，求主赏赐智慧甲力量。这是你的今日，用忧伤痛悔的心伫你的面前。阮知阮的心意不够坚定，有时会闪避应该负的责任，有时想到家己的话，心内不安；有时想到家己所存的歹念头，满心见笑。求主赦免，
求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透过圣经的教导、牧师的牧养，阮要用顺服的心来顺探上帝的话，无行上帝目睭中看做歹的事。这时也要为阮中间心灵无爽快的人来代祷，求主来医治因，互因的身躯早日恢复健康。心神软弱的人，求主来坚固伊，享受信心甲愿望，领受主的恩赐，成做主合用的器具，来利益人，荣耀上帝。也要为着今早起正道的蔡牧师来祈祷，愿圣神甲蔡牧师三甲之地，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帮助。阮的所求，若合伫你旨意，求你应允成全。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祈祷。阮伫天的，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灵亲像天。阮的日子平安无碍，下天堂的国务，亲像阮下教会的困难，我已早晚之时，有阮他的平安，因为国、万民、平等、丰喜、寿福，代代有主义。阿门。做伙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一篇，启示文第一篇，请掀开圣诗的后面第一页，我来刻，恁大家来印。诗篇第一篇，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的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请起立三甲用信徒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有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打开，对在世玛利亚出世，伊本有了道灵来守护，并是的死埋葬和灵母，第三日对世人永活化，证明他最全面的上帝的话语，因为有他在心中他在世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逢，最下列肉体和化，永远的画面。阿门。请坐。这时要请教南师班来学乐，歌名是《我心所愿》。我的
多谢教南诗班用遮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愿一切荣耀拢归乎咱阿爸爸上帝。咱要三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书第9章38到41节。马可福音书第9章38到41节，请掀开现代中文译本新约部分72页。或是汉语本、台语汉语本51页。马可福音书第9章38节，约翰对耶稣讲：“老师，我看见有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伊，因为伊无甲咱做伙。”耶稣讲：“毋通阻挡伊，因为无人会奉我的名行神迹。”佮随时反转来讲歹话来攻击我。40节，无反对咱的，就是为咱。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因为恁属基督，来用一杯水互恁啉，因一定会得到保赎。愿上帝祝福听到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甲约翰第一讲，拜他分党对接纳合一，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中间的2位门徒。因是一对兄弟，因就是雅各甲约翰。大家毋知敢会记得牧师顶回咧分享彼得的时阵，我就提起着耶稣上界亲近的3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甲约翰。雅各甲约翰因是2个兄弟，是西庇太的囝。因的工作是甲彼得相共，拢是咧掠鱼的。但是如果咱来比较马太福音书27章56节。甲约翰19章25节，咱会当去推测雅各甲约翰因的老母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老母玛利亚的姊妹，所以咱会当安尼推测，就是讲因2个兄弟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的表兄弟。咱今仔日要对这2个兄弟因的个性开始来思考一寡甲咱生命有关系的代志。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圣经所记载的这人物，互阮会当得到学习。对因好的所在，阮学习安怎满足你的心意；对因无好的所在，阮也学习安怎去更新改变阮本身。愿恳求主，你互阮有智慧。会当自信伫你的话语顶面，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咱若看到圣经中间咧描述这2个兄弟真特别。伫马可第3章17节，安尼写：西庇太的囝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耶稣大因号名叫做半年期。半年期这个字的意思是2字合作一字半年的意思就是囝什么人的囝，期就是雷啦天顶迄个雷，拍雷的雷。所以如果你若看台语汉语本的圣经，大讲耶稣大因号做半年期，意思就是雷公仔囝咱现代中文译本大翻译做伊的意思，就是讲因的个性那亲像暴雷同款的人。所以咱理解来讲，这2个兄弟因个性拢真相共，拢是歹性地、真土性真土地的人。咱会当对一段经文来了解因2个人的个性咱若看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56节，这是记载一个故事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先派人先伫头前行。
当因经过这撒玛利亚一个庄舍的时阵，要替耶稣准备一切，结果迄个所在的人无欢迎因呐。哦，这个时阵吼，雅各甲约翰看到这个情形，真生气哦。人俩无欢迎因俩，因就马上来对耶稣讲：主啊，你爱冤叫天顶的火来烧灭因吼。人无欢迎因俩，伊就想要人走灭啦吼。可见因的脾气吼，确实是无好吼，歹性地。但是耶稣无共款吼，耶稣责备因吼，因就往别庄舍去吼。所以咱理解着讲，因即对兄弟吼，性格拢是真暴烈吼，歹性地。咱知影吼，常常生气吼，这是咱人有时阵咱人的个性顶面吼。我相信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吼，包含我，拢捌生气过吼。但是生气常常会发生一寡代志啊，所以圣经保罗安尼来考劝讲，生气但是毋通犯罪啦吼，因为无生气都无可能嘛。但是一旦若生气，咱爱小细腻吼，毋通犯罪，别当生气到日落，就是意思讲毋通生气上久的时间吼，嘛毋通打魔鬼留地步吼，这留地步台语的圣经翻译做留空芳啦。就是留一寡空芳，互魔鬼会当攻击咱。因为通常生气会为一个人带来真侪问题，就是留落一寡互魔鬼攻击的所在。通常生气带来这个问题啊，产生了真无好的结果啊。所以咱看到这对兄弟，因性格无好，所以伫圣经中间咱会当来整理因为因的性格的部分产生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对别人排斥，因爱分党结派。若甲我无共党的我就来排斥。这是因两个兄弟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因较自我，较家己用自我做中心，所以因会追求名利、争权夺利。第三，因若对因有对敌的迄个意思的人因就比较较袂宽赦，想要报复，亲像咱拄则所读的迄段经文同款。所以针对这三项，因这两个兄弟所拄到的过失，咱要分三个礼拜来看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可能也是就是咱生命中间的问题，咱会当来对付伊，咱今日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对别人的排斥。甲分党结派这个问题对咱生命的影响，以及耶稣安怎去调整因，咱就看耶稣安怎来调整咱。首先，咱来看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有一天约翰对耶稣讲，约翰拄到一个代志，伊讲：先生，我有看到有人借着你的名在赶鬼，阮就禁止伊。因为伊无甲阮共党的做伙伊无甲阮做伙。伊个意思是讲，一个无属于因团体的人，竟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咧赶鬼。其实替人赶鬼这件代志是好的代志，但是约翰感觉讲这毋对，你都毋是甲阮共党的无属于阮12使徒内底，也是讲伊无跟对耶稣，伊竟然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安尼这袂使。所以伊来禁止，伊的心胸是非常恶势，但是咱看记着耶稣安怎来回答，耶稣来讲毋通禁止伊，因为无人会借着我的名行神力，佮马上越过头来讲我的歹话攻击我，因为无反对咱的，就是赞同咱的。耶稣是保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伊认为一个会当奉伊的名赶鬼来服侍别人的人，伊无可能反对耶稣，所以无应该被禁止。其实咱看耶稣的态度毋是干那讲无反对伊就接纳伊啊。耶稣是甚至连反对伊的人，伊嘛接纳伊啊。所以其实耶稣伫这个过程中间咧教示约翰甲雅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毋通去排斥别人，咱爱去接纳别人。当然，咱一般人总是咱介意
甲咱较情投意合的人做伙，这当然无毋对。但是咱也无注意真有可能咱这团体伤过密切，变做排斥别人。我还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阮有一阵斗阵做伙真好的朋友阮拢共年级的阮几个人拢真好，常常拢斗阵。结果一直到大学4年的时候，我发觉讲因为迄团契拢有一档拢有新生入来。反正我发觉讲这其他的同学拢袂当融入阮这群啦。煞下面煞拢无人。所以阮4年的时候，阮就开始反悔讲安尼袂使。阮爱将家己拍破，爱去关心遐需要关心的人，毋通因为阮伤好，造成对别人的排斥。教会嘛是相款，教会生活中间有一件非常重要，就是爱彼此接纳。咱拢是来自无共款成长的背景，无共款的生活经验，可能嘛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念，所以咱常常有一款无共款的想法甲做法。但是咱也知影，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咱学习彼此接纳；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咱才做一家人。所以保罗安尼甲恁劝勉讲，所以恁爱彼此接纳，亲像基督接纳恁同款，互荣耀归乎上帝。保罗伫遮咧讲，因为咱是罪人咱是得罪上帝的人，上帝嘛接纳咱，何况咱彼此应该爱互相接纳。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互相接纳，彼此宽容，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教示。虽然咱知影爱接纳但是咱一开始对软弱的个人来看这接纳这件代志，咱需要学习。所以牧师提供下面3种方式来甲大家共同学习。第一项就是咱要接纳别人，之前咱对咱的心理爱做一个建设就是讲咱对人性的认识爱正确有一寡人来到教会，伊是带着真完美甲理想去看教会中间的每一件事，甲每一个人。伊期待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伊感觉讲这社会人拢较自私、较自我，应该教会内底应该无共款。教会内底每一个人应该拢爱真完美，拢爱有基督的款式。但是咱若用这种悬的标准去看别人的时阵，可能你往往拢会失望。亲像我也未去读新学院之前我常常对新学院的生活有一寡幻想。我拢迄阵未去读新学院，我拢想讲新学院的学生应该是拢非常性格非常熟练我拢幻想讲下早时迄礼拜堂的钟声响哇，大家拢爱穿真整齐，咱亲像天使安尼去即个礼拜堂内底敬拜上帝，然后校园的生活就是安尼彼此相听，大家互相帮衬。但是了我去读新学院，发觉讲我的期待甲我想象的无一定完全相同新学院其实原来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内底原来有真侪人性的软弱，包含我本身嘛有真侪无完全的所在。教会嘛是相共有人讲教会是一群罪人的集合但是牧师认为讲，教会是一群知影家己有罪，但是不断甲家己罪恶本性咧对抗的人的集合。牧师毋是安尼讲讲教会既然是罪人的集合，所以教会当永远罪恶的代志，毋是安尼。是大家知影咱家己的软弱，但是咱尽力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咱毋通用上过理想的标准去看软弱的罪人，而且集合。牧师期待咱来用这种正确的态度，就是讲咱来用客观的标准来要求家己，但是对别人的事的要求咱比较爱有宽容的心。咱应该爱较专注别人的优点，毋是缺点。爱接纳别人，咱本身爱用正向的思考去判断每一个人，就是讲咱较侪去欣赏人的优点。只要咱对人性的认识正确，
安尼咱就比较较容易接纳伫教会中间人的软弱。另外，教会生活中间袂当彼此接纳一个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出伫对别人的论断呐，对论断别人的缺点。论断是破坏一个团体上界大的一个因素。耶稣讲毋通论断别人上帝就无审断恁，因为恁怎样评断别人，上帝也照样审断恁。你用什么款的量器去量别人，上帝也要用相款的量器去量你。犹太人因认为伫上帝遐有两种无共款的称，一种是公义审判的称，一种是怜悯宽容的称。如果你若用这个公义审判的量器去量别人，上帝就用这个量器来量你。如果你若当用怜悯宽容的心去审判别人，安尼上帝就用这个量器去量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就是，论断是上帝的主权，毋是人的代志，这非常重要。因为咱毋通做上帝做的代志。有一个牧师叫做华里克，伊提起到，如果咱若开始批评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有4项代志会伫咱中间发生。第一项，论断的人开始失去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无欢喜这款的代志发生。第二，一个去论断别人的人，伊就是暴露家己的骄傲，因为你会感觉讲我比你较好，所以我要来判断。骄傲是上界大的罪，所以会招来上帝的审判。另外，当论断伫一个团体内底发生的时阵，就是伤害这个团体中间的和谐。具体每一个人拢会受伤害，包含这论断别人的人。所以论断是教会中间上界大的致命伤。咱毋通随便去论断，但是咱来做正确的判断。论断甲判断的无共款，就是判断是你知影讲什么是好，什么是无好。但是论断是去让别人定罪，定罪是上帝的代志，判断是咱会当学习的。如果咱若有做正确的判断，就是咱爱注意第三项。第三项就是讲，咱对上帝的瓦靠爱坚定啊！要接纳甲咱相款性情的罪人，实在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对上帝的瓦靠爱坚定。如果咱若真正通过判断，知影讲有一寡人真正有无合意的代志，咱不应该去人定罪，咱应该瓦靠上帝，囥伫基督中间，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去处理、去面对。如果咱会当学习安尼，我相信咱是一个会当彼此接纳的团体。所以，咱对约翰讲雅各因的性格中间这种摆脱别人，咱来学习安怎去改变、去接纳别人。另外，咱看起着伊这个态度，咱就知影讲伊是真爱分党派，甲咱无共党的，就袂当做，袂当享有咱这个党的权利，这是因的想法。但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讲叫咱毋通分党，咱来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合一。所以咱看起着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耶稣知影伊学生大家性情无共款，意见无共款，需要合一。所以耶稣伫离开伊学生进前，替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这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的第17章。这第17章的主要的内容是主要所在祝福祈祷。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希望因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主要所讲，我不但为因祈求，也为着遐因为接受因的信息来信我的人祈求，愿因拢合做一。讲爸啊，愿因伫咱的生命内底，亲像你伫我的生命内底，我伫你的生命内底相款，愿因拢合做一。为着互世间人信我是你所差遣的。你互我荣耀，我也互因，为着互因合做一，亲像咱合做一相款。所以这段其实耶稣祈祷的重点是在于
望伊的温度会当真做合一。耶稣为什么做这款的祈求？伊明白伫一个教会团体中间，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伫无共款的意见里面，需要追求合一的心。什么是合一？真侪人误会合一的意思是指教会所有的意见拢完全相同。某人掠做讲教派拢合一，所有的制度拢相同，其实毋是安尼，迄叫做统一啦。但是咱理解，上帝是一个真丰富的上帝，多彩多姿、智慧充足的上帝。伊创造的每一个生物拢无重复，伊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性格。所以合一毋是讲完全拢相同，合一是伫无共中间追求共同的使命甲目的。关系合一，咱有3点要注意。第一项，咱来理解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是在于咱有共同的信仰。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独独一个身躯，一个圣神，亲像上帝呼召恁来享有共一个愿望，独独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独独一位上帝。伊伫遮讲7项合一的基础有7个要素表现伫一个身躯，就是以基督做头的身躯；一个圣神，就是上帝的神；一个愿望，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有的愿望；一个主，就是指耶稣基督；一个信，就是对独一上帝的信仰；一个洗，就是咱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得到各活的愿望。所有的合一的源头，都是在地被上帝。简单来讲，咱就是因为同款的信仰，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咱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虽然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拢无共款，咱的性情无共款，意见无共款，但是因为同一个信仰，咱会当成做同心合一的群体。咱等下要共守圣餐。圣餐的时阵咱就能看到牧师会做几个动作。牧师会对这个饼的中间摕一个饼，然后来祝福，祝福了，牧师会将这个饼来掰互破，然后分予大家。这其实就是咧象征咱基督徒的生命。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拢是被拣选，然后被上帝祝福，然后被上帝破碎。然后，互上帝切恳去分享。咱咧守圣餐的时阵，咱甲主同坐道的时阵，咱来理解一点，就是咱牧师咧祝福的时阵，祝福了，请咱的小会员将饼分予大家。每一人摕到饼的时阵，咱拢知影迄个饼是共一个饼破碎的一部分。然后，无人摕到饼了，马上食落去，拢是安那。听候所有的人拢摕到饼了，牧师会讲，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逐摆行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然后我讲，咱做伙，咱做伙来领受。这时阵，则逐个人做伙去领受这个破碎的身躯，成做一体。所以，咱咧守圣餐，咧享受主的道的时阵，就是象征咱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款合一的群体的基础是在于咱共同的信仰。然后，伊的表现是什么？表现伫咱温素的配合。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咱一定会体验到上帝是一个真特别的上帝。伊互咱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无同款的温素，无同款的想法。伫即个无共款的温素、无共款的想法中间，大家会当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伙合作的时阵，安尼这就是合作，就是合一。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甲以弗所书中间，拢用人的身体做譬如。伊讲咱教会中间，有的人亲像目睭，有的人亲像耳孔，有的人亲像手，有人亲像骹。但是这所有的肢体功能无共款，但是拢是服从基督，就是头的命令，发挥因各自的功能，互这身体完成身体要做的代志。相反，咱中间有人有无共款的温素，有的人
真敖关怀别人，有人真敖教示别人，有人真敖带领敬拜。咱拢贡献咱本身的恩赐，共同来合作，就形成一个合一的教会。当一个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当合一的时阵，咱这合一的见证，就当带来奇妙的稳定伫咱的中间。咱的教会就当真正诚做祝福别人、荣耀上帝的教会。咱每场拢真有力量，但是咱如果将咱的力量消耗伫内部的冲突，就无法度发展现力量。但是咱若同心合一，将咱所有的力量放伫共一个目标的时阵，安尼咱双联教会真正会当伫这个世代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就是雅各甲约翰因生命中间的缺点，互阮来学习安怎去接纳，安怎来合一。恳求主你帮助阮，去掉阮心中的自私甲骄傲，互阮会当学习彼此接纳，也会当贡献阮本身的恩赐，来成做合一的群体，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18首，圣诗第218首。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We just you.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见啊归永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见啊着无担当大，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圣经中间保罗先知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生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恭敬的心，提出伸出手来，小委员会将饼放伫你的手中。咱摕着这个饼，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互咱才做有愿望的人。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流出伊的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叫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要所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甲你同坐道，领受圣餐。就透过圣餐，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继续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愿咱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备办心做伙来奉献。今日做伙来做奉献的感谢，慈悲稳定满满，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知阮的才能甲日常正清用，拢是你无限的稳定。阮愿意来回应你的疼甲嘉许，来奉献本身做你的采用，搁献担保金钱做圣工的路用，请你甘纳。
安尼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做伙来关心教会的重要事工。请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事工，第一，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呼吁兄弟共同为总会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传道事工关心参与代祷甲奉献。第二项，本主日下午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吴景豪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欢迎兄弟参加，或是参加线上的直播礼拜。吴牧师主要是要负责配合本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事工，负责新增牧区的牧养甲关怀。装备委员会事工，咱手内若有每日领粮的兑换券的兄弟，请紧和李淑芬干事来联络。这个代志是要关系宗主书房要兑换的事项。再来是儿少牧区的事工，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无对外开放，所以今年度第一季的篮球 AB 队甲寒假的篮球队报名要取消。再来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消息，2022年岁末温馨年菜送到厝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要帮助经济弱势的家庭，希望邀请恁伫年节前用支持一份年菜组合的方式，带予弱势家庭甲长辈满满的祝福甲关爱。今年计划关怀的家户数是123户，每户一份7个菜。伊的经费的需求是123000块，每组年菜1000块，无限关怀的金额，请大家做伙来支持。若用现金奉献的，请打合办公室的柯主任，嘛会使和基金会的黄世莹小姐电话来联络。以上，咱即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遮有几位，第一位是叶丽香女士，那这里倒位？这后边遐吼，欢迎。第二位是鲍义如，这毋知是神仙的小姐小姐哈，欢迎。来，还有一位是先生是黄浩庭，黄浩庭先生，这好。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无介绍着。咱有看到林小牧师伫咱的中间，咱有拍拍来欢迎。
且这贵宾咱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无需要大家补充报告吼，就是咱下晡有一个特会吼，就是今日牧师要就任的特会，请大家当拨时间来参与。个另外就是关于咱的周报吼，咱有印纸本的周报，如果你有需要会当摕，但是如果你若会当用迄个，咱因为咱即摆咧推动迄个无纸的，讲减少会当有较环保吼，所以咱有迄个电子的周报吼，咱来到教会较用扫描的，得当下载吼。但是边仔有放迄个咱的讲道的大纲吼，所以如果你若需要，会当另外摕吼，这是无需要大家提醒吼。以上报告。三甲来上映，圣诗第508首，圣诗第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全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父是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